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那赶紧来关心风台苏拉已经伫咧今仔早起变做中度风台，有可伫咧后礼拜3、拜4会上挖进台湾，有可能拜2就会发布海陆警报。目前还搁要观察风台会安怎行。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已经伫个透早2点钟，增强加做中度风台，目前伫个哥伦比东南边410公里的海面上，每点钟7公里的速度向南边行。拜6、拜72天会继续伫菲律宾东边海面咧西，拜开始会行向西北。苏拉台风在未来2天到星期天这段时间朝南方移动的时候，因为海温是有利于台风发展的，所以强度会持续的增强。气象局表示，下礼拜3、4是苏拉上接近台湾的时阵，无论路线安怎变化，东半部拢会承受影响。为各国有测路线已经看到，欧洲模式有5有4、5成的机会会直接到台湾。日本气象厅是预估苏拉强度可能会阁升级，风台中心会朝向台湾挖近。目前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说，它接近台湾的这个角度到底是比较偏北还是比较偏西？如果是比较偏西的话，就有可能会从我们的南方就是从恒春南方的近海这个地方通过，那对我们的影响的话就会比较小一点。那如果角度比较大、比较偏北的话，那也不能排除就是直接登陆台湾的这个机会。气象局无排除伫拜2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入境爱看实际路线。若苏拉为巴士海峡通过，离台湾就较远，就有可能未发布警报。今仔日中昼前后，高雄、花莲、大同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台北、台中、云林、台南、屏东也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台中市长审议中科台中园区扩建2期的都市计划变更案，都委会认为中科管理局对水电拢有完整的计划，而且台水台电嘛拢保证袂去影响到民生用水和用电。若要审议通过，按照明年8月会当开始动工。再来是《自由时报》，最近有着癌的患者互病院通知讲，因为健保署咧稽查，所以若是唔免住院，煞搁用健保去住院的人，就要该自费。不过患者若是自费住院，这保险就袂理赔，是加重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健保署就表示，因会先暂停稽查，甲保险局各有业者来讨论好势。落尾是《联合报》，日本开始甲福岛的核废水排落去海里。伫咧南韩、中国，因为惊辐射污染，有真侪民众拢烧钱咧买盐。台湾人即马嘛开始咧紧张啊！业者嘛表示，咱台盐的原料大部分是来自国外，所以核废水敢会影响到台盐的原料市场，就爱去观察。另外来看，今年因为气候，印度、泰国等等的国家甘蔗收成歹，也佫有通货膨胀的影响，地区糖的价数是直直咧起。即马国内50公斤的糖已经起到1600块，而且佫传出印度伫10月可能要禁止糖出口，到时可能佫会起价。台糖是强调会配合政府稳定价数，咱民生咧用的细包糖是袂起价。车锁放入去机器含2000做伙啦，准备要做细细的加果水的马林糖。砂糖是做甜品一定爱有的材料，但是今年的国际糖价是一直起，国内业务用的砂糖价数嘛对得起，加上鸡卵这原物料价数嘛是愈来愈悬，航胖的业者是真无奈。2018的时候，糖价大概只有现在的一半再低一点点，现在已经涨到2倍多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同时，其他的东西也会有涨，譬如说像鸡蛋的话，涨了大概是2倍半、3倍。菜边搅糖水，再搁加配料，是热天一定爱食的。冰店的业者平均一礼拜都要用2大袋，拢总是100公斤的赤砂，惊起价人客就走去，因只好家己吸收成本。50公斤是1320，现在是8月10号左右开始涨价。涨为一袋50公斤是1600左右。甘蔗是砂糖的制作原料，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印度和泰国才是砂糖的出口国，甘蔗的收成拢无啥好，加上通膨，和国际糖价一直起，即马佫传出印度准备伫10月禁止砂糖出口，可能会互糖价搁起，但台糖讲搁爱观察。伦敦的白糖价格是没有涨的，所以这个消息面的真实性有需要去证实。目前的状况来讲，糖价的确是会有点上涨，最主要是
统的关系。台糖强调讲，今年的国际糖价已经起24%，但是各大业务用的糖价敢若慢慢起14%尔。民生用的细胞糖是对民国105年开始是维持拢无起，后壁嘛会配合政府对稳定物价的方向去拍拼。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安算9月初5要去访问咱台湾伫非洲唯一的友邦史瓦蒂尼，庆祝因建国55周年，也佮甲台湾建交55冬。这阵高雄市长陈其迈嘛拢有对咧去，就是要去推动姊妹市的交流计划。总统蔡英文嘛表示，希望会当促进两国永续合作。蔡总统同时也要拼外交，9月将会带团出访咱国伫非洲的唯一邦交国家史瓦蒂尼王国。这也是蔡总统伫咧任内第2遍去史瓦蒂尼。总统府表示，今年拄好是史国的独立建国55周年，台史建交55周年，同时也是史皇55岁生日。恩史瓦蒂3世邀请蔡总统访问史瓦蒂尼，并实地了解我国跟史瓦蒂尼在公卫医疗、妇女赋权等等各项合作计划的执行现况。蔡总统盼以达成同庆两国邦谊、促进永续合作为本次出访的目标。蔡总统这边出访行程摆4天，9月初5坐专机直接飞到史瓦蒂尼，伫9月了就开始台史两国的元首会谈，共同见证合作文件签署仪式，暗时举行交献。初6会参加史国的双55庆祝仪式，参观史经政府病院。初7会拜会恩同庇王府，参观国合会妇女计划的成果展览，甲技术团也有医疗团驾到。初8登到国内，这边访问团的成员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目前正在推动高雄市以及这个史国的首都就是姆巴巴内市，双方在推动朝向这个建立姐妹市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推动。上一段看你们讲到什么？对啊，好，谢谢。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访问南非，参加金砖5国的峰会，讲到伫非洲的影响力。外界解读蔡总统出访史国有比较的意味。这次外交部澄清，史瓦蒂尼独立纪念日拄好是9月初6，只是时间拄好而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宣布要搁卖军事武器给台湾，又搁引起中国的不满。昨着派出22座军机来侵扰台湾，其中有13座搁来到咱的应变区，而且另外搁有5架军舰来制造台海紧张的局势。咱的国军嘛有出动军机、军舰，也搁有飞弹系统来密切监控。美国宣布为台湾5亿美金的 IRST 级称强化 F-16V 的侦测能力，对着收查强军稳重的战机有帮助，达到中共敏感的神经。美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派出歼十6、轰6，也有苏凯30、空警500以及无人机，总共22架次。其中13架次进入咱应变区，加上5架强舰配合执行联合战备警巡，调降制造台海情势紧张。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共军动态，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监控应处。同一天，强军 TB001无人机、BZK005无人机双双飞过海峡中线，出现伫咱方东北空域。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分析，强军无人机侵略变常态，结合电子侦察舰收集情报。第一是进行战场经营，第二是必须空军建立消火舰。它留空时间久，收集的资料就多。那我们没有无人机这方面的应对，那就靠有人机。那有人机对无人机，那你不是上司对下司，你的成本、你的这个 CP 值很低耶，你付出的多。美国为咱66架 F-16V 战机提升咱空防实力，AD2026年专属交机。不过，美台商会会长汉鲁伯讲，拜登政府不考虑以无符合无对等的作战为理由取消军购案。虽然美国国务院无证实，不过专家讲，拜登政府可能经由检讨整条政府的政策，体现新政府的对台政治态度。上一任的总统川普他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做一个反击的动作，那当然也有可能是拜登总统故意借由这个我们叫放风声的消息让台湾方面更加紧张然后加速我们相关 F-16战机的采购。但国民指出，伫美方买卖 F-35的情形下 ，F-16V 显然是对台湾上好的方案，尤其军售案达到2472亿，咱方也是共同投资研发 F-16V， 这个相关软硬体开发的伙伴。那拜登政府费用恐怕付出真大代价，加上法律上伤困难，才无安尼做。
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伫咧2时开始把核废水排入去海里，引起海内外抗议。南韩就要求日本未来30档排放的数据，拢总爱对外公开。因为中国是全面禁止日本的海产进口。日本的经产大臣就表示，因会逐工来检验海水、公告数据，用科学来证明安全性，嘛要求中国得爱撤销禁令。5秒前，3、2、1、0。日本311核灾了后，经过12天，头一杯核废水正式排去大海。虽然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认可日本的处理措施，也毋过中国、香港、韩国甲日本福岛的渔民有关正反对核废水进入大海，在各地发起抗议活动。对此，韩国总理韩德洙要求日本爱把相关的资讯透明化。우리정부는오늘일본정부에대해앞으로 30여 년간 계속될 방류 과정에서도 투명하고 책임감 있게 정보를 공개하기를 기대하고 또 촉구합니다. 韩国民众组织伫釜山的海堡，有的摕标语，有的坐救生船伫海上抗议，阁有一个人走去修理的日本大使馆头前抗议，因为情绪激动，被警方逮捕拘留。而中国香港少数的民众嘛组织伫金融区天桥游行，反对核废水进入大海，阁全球各地环境气象甲海洋生态专家认为，有辐射物质的川水进入大海，会载着福岛烟花洋流，豆豆拖起全球海域，威胁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Dos alimentos, desde do fitoplâncton até os animais da cadeia trófica que chegam até os grandes animais, né, afetando até o homem, né, não só as baleias, mas toda essa radioatividade também pode provocar mudanças na reprodução dos animais, né, em si. 日本水产厅为2月开始，会逐工对距离福岛海岸差不多5公里所掠到的鱼做检验，调查鱼体内有辐射氚的浓度。头一天的检验结果，上紧会伫2日公布伫官方网站。国际新闻台是董变译。镜头来看美国，去互依照23项罪名起诉的美国前总统 Trump， 2时伊发起到亚特兰大的监狱翕到一张凹凸凸的档案相片，随用20万美金交保离开。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摆有美国的前总统伫咧监狱内底翕的相片，但嘛随做出真侪相关的竞选商品，真抢市。美国前总统川普2时对纽约市在苏联选举到亚特兰大，并且伫真侪警力护送之下，到富尼顿郡监狱到案。道路两边有真侪支持甲反对伊的民众也飘举牌示威。富尼顿郡警长办公室对媒体表示，77岁川普甲本案其他18名被告同款，拢依照规定持手印翕嫌犯档案的相片。川普的犯人编号是 PO1135809。川普也伫前新是推特的 X.com 社群号头发布，美国史上这头一张前总统监狱的相片，并且附着干了选举永远无投降几个大字。顶面也有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位的募款的网站名称，也有这连结。What has taken place here is a travesty of justice. We did nothing wrong. I did nothing wrong. 这是对4月以来川普起诉的第4桩刑事案件，罪名有违反交伫亚洲的卡油违法法，起诉西人公职人员违反誓言，密谋冒充公职人员，密谋假造文书，也有密谋提交虚假文书，这总计13项。川普议员讲，家己无做唔到任何代志。反对党一直批评民主党籍的威利斯，讲伊想要破坏伊的白宫竞选的计划。川普伫富尼顿郡监狱点无到30分钟，就真警以20万块美金交保离开。而交保条件是后审的期间无用伫社群媒体，也是以任何方式威胁证人，也是其他被告，并且禁止甲其他被告来联络，除了经由律师以外。公视新闻王慧本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即马上时行的 AR、VR 阁有 AI 的技术，毋但会当互咱的生活愈利便。咱台湾的团队嘛，准备要出国去参加电子艺术节，要用科技结合表演艺术，互世界看到无共款的台湾。透过设备侦测人的动作，加上 AI 及时运算来互动，传统的水墨画就变做科技艺术品。由台湾艺术家组成的团队，即阵就要出国参加奥地利林兹电子艺术节，以20件作品展现台湾科技艺术的能力。他们今年的主题是 Who owns the truth， 也就是谁拥有这个真相。近几年来，因为像人工智慧啦、大数据等等，我们有内容农场或者所谓的深度学习
deepfake 等等这些技术，可以去以假乱真，像是我们这海峡两岸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关系，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冲击感受的特别深刻。真实到底可以怎么样子用科技去诠释，或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传递真实这件事情。当咧表演的是台湾表演艺术家张义军，伊以身体表演配合影像投影，展现台湾山水的模样。时代设计系教授黄新健讲，这摆团队要透过这种手段，让世界以各种角度来认识台湾。不只是肢体的表演，其实他在跳的同时呢，他会把台湾的茶叶啦等等这些去泡一壶茶，感受台湾的时候，其实气味。还有滋味，这个其实是一个台湾人也相当骄傲，是代表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个重点。台湾的不只是科技力量被看到，重要的事情是证明台湾有文化的力量。艺术节就要伫9月举办，伫台湾团队出国进前，伊也伫台北举办展览，让民众以 AR、VR 等等科技体验台湾的各款面相。记者郭文随台北报道。新竹清华大学的新公屋正伫要甲一档，即马重新去开放啊！校方除了规划导览带大人囡仔去了解生态，嘛阁利用校内会茶，互大家来变工艺，正新式。那第一个是不是有印象是那个云状剥落的树皮？清华大学学生向大家绍介校园内树木的特性，每一个囡仔拢真认真咧听，透过解说，互囡仔进一步知影树的种类。嘛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学到就是一些关于新的植物的东西，然后还有看到一些就是以前看过但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现在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是好算就好啊，走走的啊，熟悉一寡环境啊，做一寡平常时可能较少有法度拄到的。这里就是触摸，然后感受，然后对这个校园的一个认识跟熟悉，我觉得非常棒。导览结束了后，大家来到教室，拣好家己介意的茶库，准备 DIY 做椅条。大家使用的材料拢是校园内底老化也是破冰扯落来的树啊。清华的校园非常漂亮，很多的树木，但树木它们常常也是会老了，或者有些会有病啊，会倾倒。那这些倾倒的树木，我们都把它储存起来，然后做各种的用途。比如说，我们从这些树木，那么今天呢，就拿来木工来使用。我们希望能够潜移默化的来培养大家有这种对于环境保护以及人类永续发展这样子的观念跟习惯。清华大学表示，校园内底新公屋占地大约3公顷，是日本时期因为消防需求所挖的人工屋，经过整治，重新展现伊的水。透过举办活动，除了让囡仔学到木工的技术，甲废茶再利用，也希望囡仔建立永续的观念。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桃园中立有一间做公益的中古行木匠的家，专门咧卖二手货，嘛提供弱势族群一寡工作机会。不过，即卖因的仓库厝头家无要阁租因啊，要收回去啊，9月进前就要赶紧搬走。所以即卖协会嘛赶紧咧找新的仓库，希望大家会当来斗相共。整理货架的商品修理电器，中立中北路公益二手店木匠的厝成立20多年，专门做二手货品、家具回收、翻新换卖。除了推广惜物爱物的观念，嘛提供弱势族群工作机会。我在这边木匠的家已经快3年了。怎么会来这边工作？我是一位残障人士，然后我退休以后就到处去找工作，都找不到工作。大概至少10年吧，其实也有离开过，大概差不多快3年。然后后来之后呢，又再回来。比方说特殊身份吧，有的是要一般人士吧。木匠的厝差不多20外个身心障碍、情绪障碍、特殊遭遇、中高龄者弱势族群，除了伫店面修理二手商品，嘛伫仓库负责整理原物、修理改造家具。不过最近木匠的厝常常接到仓库的厝主通知要甲厝收倒转去，要求9月进前甲二手原物全部清空，所以因即马着急要找300平的仓库。家具本身就是很大件啊，然后占空间。这个仓库不仅可以放家具，还可以做维修，还有分解分类，所以我们需要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来使用。
长久以来，目前的厝为环保循环再利用尽心尽力，除了整理范围，嘛进行再造再设计，甲旧的物件转变做更较有价值、更较实用的新品。总讲伫疫情期间，伊嘛是喙齿间加条的硬洞，无愿意裁员。啊，毋过即届毋若讲仓库要防收倒转去，店面嘛互人通知讲要起厝租，因是望政府机关会当协助因提供空间，互因用公益价承租解决即个困境。记者综合报道。苗栗白沙屯的蒋天宫今年满160周年，特别和文化总会合作，要伫咧9月29至10月初1，邀请侪侪传统艺术的团体去热烈。伊嘛希望透过即寡表演，将民众带转去庙口，搁再感受到传统艺术的水。布袋戏艺术单色坊的学生吴英昌当咧人布袋戏红啊！记者会现场共有南管音乐家林吴素霞表演七子戏的每个角色。白沙屯蒋天宫建庙160周年，特别参文化总会合作，要伫9月29到10月初1，邀请侪侪传统艺术团体甲宫庙伫庙埕做阵庆祝。而且咱嘛要邀请咱北港妈来咱白沙屯来红单，来邀请到咱全省的各宫庙有宫有庙有事的主神，伊是咱白沙屯分灵出去的妈祖，咱嘛邀请伊来回娘家来看。我觉得因为神，然后我们感受到人，人是什么呢？台湾人的人与人的这种情感。参与记者会学者林步宪讲，庙市毋但是台湾的信仰中心，也是侪侪本土艺术文化展现的所在。若要了解台湾的文化，行到庙口就通欣赏。你若去欧洲一定去看教堂，你若去日本一定会看神社，来到台湾就是爱看庙。真侪台湾人可能一世人毋捌去过什么这个国家公园，但是你都要看布袋戏甲歌戏，伫庙口。传统文化，咱嘛要继续甲传统落去，所以阮白沙屯蒋天宫会保持这文化传统，继续甲延续落去。学者表示，过去台湾的庙会是侪侪戏班等功夫的所在，世界拢通欣赏传统艺术。即摆因为社会变迁渐渐的稀微，即摆文化总会甲庙方合作，毋但伫庙埕斗热闹，也推出代替彩绘列车、市集，有传统有创新，望大家同齐重视文化，嘛保守文化。记者阮就随台北报道。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至35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5度，中部地区25度至33度。还有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